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昨宣布讲，要裁减2成的4星上将甲各界的将领，要推动优化国防部的计划。这嘛是美国总统川普第2个任期上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在联邦政府全面推动机构缩编了后，川普政府改革的手伸向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备忘录指出，部长赫格塞斯5下令裁减20%的4星上将人数。国民兵中将军官人数也会减少至少20%。这份备忘录也佫要求，全军高级将领甲机动官员的人数也另外减少10%。到2025年3月，美军现役部队中有38名4星上将，甲817名将官。4星上将是美国军队中非正式会当达到的上悬军阶。赫格塞斯在备忘录中强调，这个举动是透过削减乡过村的将官职位来优化领导结构，目的是咧消除无作用的指挥体系，以实现组织精简化。捌担任福斯新闻主持人的赫格塞斯，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军方高层过度膨胀。佢伫担任国防部长了后，曾经替换头一回VAA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甲海军军演部长、国安局长等人。伊佫较伫一摆的 Podcast 访谈中，指控军方高层热衷推动各种社会政治、性别议题、气候变迁、甲极端主义等本色政策，只因为安尼会当替因进行后一个军阶。同一日，赫格塞斯也伫五角大楼甲秘鲁外长举行双边会谈。伊表示，甲秘鲁合作应对中国伫这个地区造成的威胁是真重要。We also recognize with very clear eyes the threat that China poses. To our countries, to our people, and to peace in the region. Beijing is investing and operating in the region for unfair economic gain. And together, in order to prevent conflict, we need to robustly deter China's potential threats in the hemisphere. 中华拉美国家对抗中国布局，秘鲁外交部长表示，美国是上重要的朋友甲盟友，两国存在战略关系。秘鲁希望升级做全面也是整体战略关系。公司新闻台为您报道。